爷爷累了，你要下来不？下来了是吧？好，好，那你下来吧。下吧。我爸我妈准备要去干农活了，看我女儿又开始捣蛋了，要让爷爷奶奶挑去干活了，真的是像不像你儿时的童年？开心不？开心呐！我未短，短未。เอาไม่ลูกในน้าที่ไปอันนี้นั่งไปส่วนลูกไปส่วน 坐在簸箕里面不肯出来，坐在簸箕里面就像坐摇篮一样。小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？我要起来了。坐在里面就像摇摇椅一样，不肯出来。奶奶哄，奶奶怕担心带过去了，等会在田地里面闹，他们干不了农活。这小家伙呢，也耍赖，不愿意出来。不，因为條褲對條啊，那你看玩得囂對，玩到甕一對嘞。我哋錄條玩到甕一對的。นั่งดีๆ，爺爺挑你走啦，快點坐好來。接路來，我接路來，我。哎呀，對了。哎呀，那个，哎呀，隔代亲，开心不？看着爸爸这背影，就想起自己小时候，爸爸也是这么挑着自己，但是那时候条件不同，爷爷奶奶又不在身边，每回要出去啊，就用着这个簸箕挑着我，带我去那个橡胶园。原来我们这边呢，这4边全部都是橡胶园，现在还剩下一些，只是不多了。小时候我们还会去那个橡胶园捡那个橡胶来玩游戏，如今也再也回不到了，也找不到了。爸爸年纪也大了，腰也有点驼了，再不像小时候挑着我的时候那么轻松了。唉，以前也从没有注意过自己的父母是否老了，如今从这后背慢慢看，才发现他们头发也白了，腰也有点驼了。只是他们爱我们的心，还是像曾经一样。只是如今我们长大了，他把他以前对我们的那些爱转嫁到了自己的孙子的身上。399，爷爷累了，你要下来不？下来了是吧？好，好，那你下来吧。下吧。都下来了，麻烦了。下来，你回来了，回了。不肯下来，硬要让爷爷挑着走。爷爷累啦，给爷爷下来了好不好？爷爷累了。不累呀，曾经不累啊。如今橡胶园也就剩下这么一点小点，就是我现在手指所指的地方。这橡胶里面承载的都是我们儿时的童年啊。有时候我还能经常听到我妈在念叨说，小时候啊，没地方让我去玩，就挑着我去那个橡胶园里面，然后呢抓着那个蚂蚱来给我玩，捡那个橡胶种子过来给我玩。累了呢，就在那个草地上睡。每每想起这种场景，承载了很多我们童年的乐趣，所以我把我女儿带回来，我经常也很希望她能多跟我爸我妈一起玩，这样的话也能让小孩子好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童年。如果像如今都是在城市里面长大，我们的天地就只有高楼大厦和水泥板，很少有机会能跟这种在这土地上、这沙子上、在这树林里面撒泼的机会。从爸爸刚才挑我女儿走过来的这个步伐来看，他确实也有点吃力了。自从我兄弟俩出去工作了，我们也很少陪到他们身边，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们笑得这么开心、这么灿烂了。你看，这小家伙坐在这个簸箕里面，还是不愿意出来。
你看奶奶笑得多灿烂。地娃咪，哦呀，真话啦。我尿了地地下的有啊。地呀地呀的问题的。呀咩路啦？我呀咩路做咩了？娘干，你不做干，还有个养熬我自己。最近教会的，最近你教会啊？我爸说就在前篇的那边橡胶园里面，小时候的我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说他今天挑着我女儿过来的时候，他又像小的时候我就爬在他的肩膀上，坐在他的簸箕里面的时候一样。或许有一天到他这一把年纪的时候，也会这样子。你看。奶奶的胡椒还没长好，你就摘啦，萌子。那对喽。啊？没有啦。没有啦。你家人没有啦就。这是我妈妈种的黄金。这一次过来挖的话，准备要带去卖。哎，开心吧？开心。谢谢爷爷吧。所以说啊，一对簸箕，一根竹头，满满都是我儿时的回忆。路尿尿冇條，就啲路就啲問題啦，講或者冇嗰啲校就整落嚟啦，就話你用一用。就喜欢拿着秃头，他说他要过来帮爷爷干活，就不知道以后长大了，长到14、15、17、18的时候，还愿不愿意回来帮爷爷奶奶除草呢？啊，梦子，危险危险！爷爷奶奶，我们回家啦。对啦。你再不回家，就在这里捣乱了。爷爷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